OK。好，今日你可以過啦，行啦，入去，坐住啦。過得啦。好。2026年度歌手時小姐競選現在正式開始，有請司儀李婉子小姐。大家好，歡迎收看本屆嘅歌手史小姐，我係呢屆嘅主持人李婉子。喺上年我只係一位小佳麗，但係今年我能夠成為主持人，因此我感到好高興。咁喺我比賽之前，我哋先分別介紹一下裁判。首先係我哋嘅煙花專員嘅小鬼，佢係歌手家族成員。接下來係我哋本屆嘅主持同埋嘉賓，歌手家族成員薯片。最後係本屆嘅歌手家族嘅成員，歌手佢係裁判以及嘉賓。好，事不宜遲，現在比賽正式開始。首先係1號嘅張善恩，佢方年18歲，係一個富二代。大家好，我係張善恩。大家好，我係張善恩。今年啱啱考完 KSE， 咁我係張氏家族嘅二小姐。點解我今年會想嚟參加歌手小姐咧？咁其實係因為我細個見到啲明星啦，佢哋好 pretty 噶，咁佢哋可以代表到歌手史小姐。而我嘅夢想就係想成為明星啦，咁我真係想透過呢個參加歌仔就可以做到呢個明星，而且我屋企人係唔反對嘅。你哋知唔知道咧？其實咧，阿花兒嘅嘢景係點㗎？同埋你哋有冇咩嗰啲 Chanel 啊、DL 啊、Chanel 啊、哈密瓜啊、LV 啊、嗰啲啊？你哋有冇孭過呢啲袋㗎？我就有啦，我就特登孭㗎。我咧就有呢個咧限量版15件嘅 Chanel 包包咯。好啦，我哋下次先再傾啦，拜拜。接下來係2號嘅張善美，佢方年20歲，身體係一個學生。大家好，我個名叫做張善美啊，今年20歲。咁我自己就係而家讀緊大學嘅，咁我就平時就會嚟做份經理，賺下快錢咁樣啦。咁家下點解我想參加歌手小姐，就係因為我呢幾年嚟喺呢個事件就係見到啲人好係一種好特別有一種特別嘅特色啊，即係佢哋係會好克服啊，即係遇到啲事情都唔會話我呢壞事，其實係會克服啊。咁我見到呢啲人，我會覺得我自己係好開心可以遇到呢啲人啊，咁所以我就諗住企出嚟參加一下歌姐啦，咁樣嚟響應一下我哋歌友時嘅活動啦。咁我平時嘅生活先，咁我其實就屋企家境唔係幾好嘅啫。其實雖然讀咗大學啦，但唔係幾好。咁我平時就翻下工啦，其實就主要係上學啦，跑下腿。係啦，咁仲有其他啲個人細節嘢就唔喺呢度講啦，下次再講啦。講完。接下來係3號嘅張以慧，方年13歲，係一個學生。有啲人話咧，我13歲，年紀輕輕做歌姐，直頭咧係用嚟作 S 喎呢個人生。但係我想回應一下網民，其實我哋前年都有個師姐，佢11歲就已經參加到歌手史小姐喎。但係點解我唔可以咧？我參選歌手史小姐嘅原因就係我咧夢寐以求一個好有錢有靚仔，然後佢仲可以俾我放縱嘅一個富家男。
選歌手史小姐，就係為咗嚟揾一下副家姐，我想同佢一齊作伴，咁樣我以後就有好多錢啦，有好多嘢食，咁樣我諗下，我覺得我好開心咯。咁好多謝呢個歌手史小姐俾我入選啦，我好開心。咁咧我喺學校啦，我覺得其實我嘅環境啊嗰啲都好開心啊，班入邊好出名㗎，啲人咧就對我好好咯，係咯。咁我就覺得我係一個公主，好啦，多謝。接下來係4號嘅櫻田千祺一，佢係我哋嘉麗，係一個教師。大家好，こんにちは。私は櫻田千祺ですね。私は呢，咁我係日本嚟嘅，咁我呢就日本嚟，咁我即刻想去，咁我依家就係歌手史嘅內間中學做緊中學嘅老師，咁我係教呢個數學科嘅，咁同埋咁。我點解會想嚟歌手史？因為我其實係見到歌手史係有呢個被發掘嘅潛質，我覺得歌手史係會遲啲係會成為同日本啊、Korean 啊、Hong Kong 啊、台灣呢啲國家或者係城市可以一齊做呢個。我係好睇好歌手史，所以先嚟歌手史。咁我點解會參加歌劇？咁係因為我的希望呢，咁我其實覺得可能老師唔係好適合我，雖然我同我啲學生關係好，但我覺得老師唔適合我，可能要尋找緊我人生嘅新方向咯。咁所以我先嚟參加歌劇咯。唔該晒你。之後係5號嘅劉國瑜，佢方年19歲，係一個見習老師助理。大家好，我個名叫做林樂如，我今年19歲，而家喺一間出名嘅事務律師行入面做緊見習律師助理。咁我同樣都係讀緊大學。咁我首先講下點解我會嚟歌手史做啦，因為我覺得其實歌手史有好多唔同嘅 culture 同埋一齊好符合我呢一個好中意多元文化嘅人。我平時好中意去體驗一啲特質嘅嘢，啱啱好呢度嘅 culture 就好符合到我啦。我咁樣嚟特別當時嘅人都好熱情，好 nice， 咁佢哋都可以好好咁樣認識我，同埋我都想藉住呢個平台。同埋我都想藉住呢個平台，令更多人可以去認識我，所以我先想參選歌姐。咁我平時都係喺度返緊工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job 去接啦。所以其實我嘅生活係算忙碌嘅，但其實我都唔係好抽到太多時間嘅啫。所以其實雖然我人生經驗未太豐富，我未可以做到平時多乜時間去玩啦，但係我都希望可以大家今日重新去認識我。咁我就咁樣講到呢度啦。接下來係6號嘅伍彥東，佢而家係22歲，現在係一個自由工作者。各位晚安，我係6號伍彥東。我首先咧就講下我點解會我而家簡述一下自由工作者啦。咁其實咧我咧就好中意接一啲繪畫相關嘅 job 嘅。咁因為我係對藝術呢一方面咧係有好高嘅興趣啦。例如我咧就好中意梵高啊、達利啊嗰啲畫嘅。咁咧即係例如其他啦，例如咩超現實主義啊嗰啲乜嘢，即係巨大化嗰啲普普藝術，我都幾中意嘅。咁我點解嚟參選歌手史小姐呢？咁因為咧我係好中意歌手史呢一度嘅氛圍啦。咁第二我咧係想藉呢個我參選啦，就想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即係何謂有需要？咁有需要咧就係例如一啲有困難嘅人。咁我希望我可以借即係我嘅即係本身咧就去幫助啲人嘅。
好多謝。咁你認為歌手史嘅美咧係邊一方面嘅咧？我諗可能係同我一樣咁靚咯。我見到歌手史有好多嘅商場啦，咁我見到佢哋啲商場都有賣好多 Chanel 啊、Dior 啊、Gucci 啊、Labubu 啊、Dior 巧克力啊啲品牌，我見到咧真係好多袋俾我買啦，咁可以襯托到我嘅氣質咯。係啦，就咁啦。多謝。歌手史邊間學校唔係用名人命名咧？你答其中一個就得㗎啦。師大小學。咁第二個選項咧就係呢個嘉北幼稚園。如果呢一年嘅歌手史嘅市長啦係你嘅親戚，咁你會想同佢講啲乜嘢咧？我會想同你講，我愛你。而事實係因為咧，我覺得市長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啦，同埋咧佢係我覺得佢係頭腦好醒、好聰明嘅人啦。同埋咧，市長我唔知我爸定我咪啦，我好欣賞市長，即係佢可以管理到成個歌手史，我好欣賞佢，我真係好欣賞佢啊！多謝你。問題，歌個區由邊個時候開始發展呢？哦，我知係 K12啊。咩時候喎？咩時候啊？我聽錯咗先，因為咧人哋咧啱啱先學緊粵語啊，粵語可能大陸會加油㗎，咁啦啫。咁幾時啊？我諗下先，因為我唔係長期住喺歌手史，我記得好似係喺2024年咯，我記得係，問你試下啱唔啱啊？啱嘅，多謝你。你認為邊個景點最能代表到歌手史？要講景點嘅話，其實我係想講我哋而家所在嘅呢一個 K12商場啦。咁點解呢？因為呢一個商場融合咗人文啦、藝術同埋生活氣息。咁首先人文方面啦，就係呢度係有住啦，有辦公大樓啦。咁啲人自己生活係得好。咁藝術氣息咧，就係我哋一個商場嘅唔同位置都有啲裝置藝術啦，就好反映到我哋呢一個城市嘅嗰種特色。尤其是喺6樓，我仲記得係有一個外館咧，係展示一啲我哋唔同嘅裝置藝術。而去到生活嘅特色啦，就係我哋而家所在嘅1樓到5樓呢個範圍啦，就係有商場啦，同埋以及上面有供應台，咁都係融合晒全部人嘅需求啦。咁所以我覺得最能夠代表到嗰個市嘅景點就係 K12一個商場啦。你知唔知道歌手史第一個嘅展覽嘅一個地方係乜嘢名咧？係咪貼到博物館啊？錯嘅，你再諗一下。係有冇咩提示㗎？好嘅，佢咧係一個屋村入面嘅。屋村入面啊？係咪文之光生活館？好，多接下來謝。頒發係2個獎項，首先頒發嘅係哇一聲大獎，有請頒獎人歌手上台。獲得本屆歌手史特別獎項哇一聲大獎嘅得主係4號嘅櫻田清崎一小姐。好，恭喜！呢度，前面。好，恭喜晒得獎佳麗。頒發最受佳麗歡迎獎，有請頒獎人薯片上台為我哋領獎。好，已經上台啦。獲得2026年度歌手史小姐最受佳麗歡迎獎嘅得主就係2號嘅張善美小姐。可以行前。
恭喜晒得獎佳麗，有請佳麗落台，有請我哋嘅歌手史嘅合唱團為我哋演唱 Amis 嘅 Happy 生。skip 咗一 part 你。OK， 好，有請佢哋上台。再宣布我哋緊張而刺激嘅三甲環節，入得我哋三甲嘅其中三位分別係，我會隨機下。2號嘅張善美，行前一步。下一步，OK。 1號嘅張善恩，最後嘅係3號嘅張以榮。對唔住，恭喜晒呢3位入格佳麗。我好榮幸自己可以入到三甲，因為我見到其他啲人佢哋都比我更加靚，大方得體，佢哋好意想唔到自己又可以拎到三甲，我係真係幾佩服啊！唔到後來拎到三甲，我要多謝我屋企人，即係佢哋咁用心去栽培我，即係佢哋都哀過佢哋好多次，都俾我參加呢個歌手史小獎，令我拎到呢個獎，好多謝！如果爹哋話俾你哋睇啊，你哋睇唔睇到啊？你哋個女出色啊！好。首先我係好多謝咁多位支持我嘅人啦。咁因為其實一開始我都冇諗過，原來我一個只係尤其是咁小眾嘅人物，我係可以竟然企得上呢個舞台，仲要係可以去到最後成為最後嘅三甲啦。咁真係真係好多謝所有而家睇緊嘅人、支持緊嘅人。咁我其實我自己原本都覺得我係本身係只係參與一下，但係我覺得最後竟然自己可以做到三甲啦。咁即係再次衷心咁樣好多謝咁多位睇緊嘅人。咁我亦都希望未來都會有更加多人去支持呢一個活動啦，令到更加多人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去熱情好投入咁樣去參與我哋一個一年一度都算大嘅活動啦。好，多謝。各位觀眾，各位睇緊電視嘅觀眾啦，咁我係第二次好想笑，因為咧我入咗三甲好開心啦。咁但係其實之前咧我係入咗上試小姐嗰陣啦，好多人都鬧我年紀輕輕入歌仔，啲人話我好做作啦，即係又話哎呀好虛假，好貪慕虛榮啊，貪慕名利嗰啲啦。咁我認為咧，我係的確有以下嘅特點嘅，但係我認為咧。嫁到一個富商咧，係算係我最應該看重嘅未來啦。即係咧，我認為一定要揾一個寶寶啦，咁先係有一個好好嘅家庭嘅。咁我咧，雖然我個人認為咧，我唔係做得好出色啦表現，但係我入到三甲，我真係好開心啊！多謝晒3位發表嘅3場感言。咁我哋開始正式宣佈冠亞季。咁我哋同以往傳統嘅方式唔一樣，我哋使用投影版嘅方式同大家講述今次嘅冠亞季。唔知大家看唔看到呢？現在我宣佈冠軍係2號嘅張善美，亞軍係3號嘅張以榮，而季軍就係1號嘅張善恩。而我就會將呢個擺喺下面嘅節目上。好，我現正宣佈本屆歌手節小姐現在完結，感謝大家。